講故事。OK。爺爺講香港歷史1分鐘，1842到1845。1842年的香港島，在與英國簽署《南京條約》後，正式割讓給英國。當年只是小漁村，人口數千。1843年，電詐爵士出任首任港督，他成立定例局、立法局前身及議政局、香港行政會議前身。皇后大道中建成通車。1844年，戴維斯爵士就任第2任港督。香港警隊成立，由英印及華籍警員組成，負責維持香港治安。首任警隊首長威廉堅偉，堅道正是以他命名。在港洋人與華人聯手反對人口登記法進行罷工，令政府讓步。1845年通過鴉片零售商牌照，鴉片成合法商品。為殖民地政府重要財政收入，差餉條例生效，稅項收入專用於香港警隊的經費。香港第2份報紙《德辰西報》創辦，至1974年停刊。This is the last edition. 當年人口2萬，到現在2025年，人口增長至750萬。跑馬地墳場建成，埋葬多士及西洋人士，故又名紅墓墳場。清廷派出奇英於1845年訪問香港。Welcome Hong Kong. 哦，好甜！请订阅、分享、同点赞。Thank you very much.